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国试图孤立俄国之际，白宫表示，美国代表团上周末与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会谈，探讨的内容包括能源供应这一块。这是因为美方正设法减少自俄罗斯进口石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客人们在总统府受到欢迎，我们举行了会谈。我可以说，会谈气氛充满尊重、诚恳，非常外交。赫尔佐格及其夫人米哈尔·赫尔佐格抵达首都安卡拉的阿森布阿机场，这是自2008年以来以色列对土耳其的首个高层访问。赫尔佐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单独及代表团间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我感谢埃尔多安总统在总统府的热烈欢迎，赫尔佐格说。埃尔多安在与以色列领导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会晤是双边关系的转折点。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两国领导人将能源合作放在了优先位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是每个国家的决定。波兰最新的战机提案存在一些困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访问摩尔多瓦时，曾经怂恿波兰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战机，还提出由美国提供补充战机，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波兰总统安吉伊·杜达表示，向乌克兰派遣战机就意味着参战，因此他们不会向乌克兰派遣战机。欧盟9日加大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将俄罗斯160名个人列为制裁对象，切断3家白俄罗斯银行与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的联系。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又称石油基金，为全球最大。3月7日宣布，基于基金道德委员会的建议，已将中国运动服装和器材制造商李宁剔除于投资之外，因为这家公司涉及严重侵犯维吾尔人权行为的强迫劳动，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声明还提到，外界已广泛报道东突厥散持续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有充分证明表示，在当地生产或购买的某些产品，包括纺织品和棉花，与强迫劳动的风险有关。该基金拥有李宁集团的6.59%的股份，约合1.7亿美元，目前已经全部清仓。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捐赠防空导弹，以帮助乌克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袭击，并宣布该系统仍将保持在防御武器的定义范围内。华莱士部长还强调，英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更多防御性武器，作为防御坦克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将把人道主义援助金额增加到2.2亿英镑。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例会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女士谈到了世界不同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巴切雷特对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的暴力行为做出了反应。她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于今年5月访问中国，其行程包括东突厥散等地。